清明節記得有3000，記得帶3樣嘢。吓，乜嘢衫唔可以着呢？好似你講嘅咁得啦。4月5號就係清明節啦，咁啱就喺農曆嘅2月18。嗱，有好多網友問啦，清明節到底有乜嘢衫係唔着得嘅呢？我嚟同大家講清楚。喺我國傳統文化當中，清明節係慎終追遠、祭拜先祖嘅重要日子。唔理身在何方，喺呢日都會翻到自己嘅祖籍去祭拜，緬懷自己嘅先人。正因為呢一份莊重，咁衣着打扮就有幾點要特別注意啦。嗱，睇下你有冇着錯咯。一定冇着得大紅大綠，冇着呢咁鮮色嘅衫。清明節係源於古代嘅寒食節，係祭祖嘅日子。喺咁樣重要嘅日子，衣着打扮係唔可以太過招搖，濃妝豔抹係唔適合嘅。應該選擇黑白灰呢啲莊重素雅嘅顏色嚟表達對先人嘅敬重同緬懷。而冇着啲太貴誇張嘅衫又唔得啊。咁掃墓祭祖係莊重肅穆嘅儀式，需要以謙卑恭敬嘅態度去面對。着得太過誇張或者係太過貴重嘅衣物去炫耀嘅話，就顯得對祭祖呢件事唔係咁尊重啦，又失禮數啊！衫就冇着短衫短褲，係真好嘅問㗎。咁一方面係因為清明時節天氣多變，着長衫長褲就可以起到一個保暖、防護甚至係防曬嘅作用啦。咁另一方面，因為好多墳地都喺郊外嘅，蚊蟲荊棘又多，着短袖短衫褲嘅話，好易就會俾介傷啦。咁再加上喺掃墓過程中係要彎腰跪拜，着得太短或者係太暴露嘅衫褲，唔單止容易走光，係好唔方便，亦都顯得唔夠莊重。老一輩嘅經驗之談，其實喺度保護我哋啊！咁拜山記得帶邊3樣嘢呢？一，記得帶感恩嘅心。清明節係為過身嘅老人上墳掃墓嘅日子，你係遠在他鄉去打工，或者係喺外邊好緊張咁做緊生意賺錢都好啦，都要抽時間翻到鄉下，為自己嘅父母啊，為自己老一輩人上墳掃墓，執起你墳墓周圍嘅雜草，以表達自己嗰份孝心。咁點解要感恩自己嘅祖先呢？你試想下，佢哋用自己一生所賺嚟嘅財富去撫育自己嘅仔女，撫育佢哋長大成人，再為佢哋娶妻育兒又起屋，一世人都係無怨無悔咁為自己嘅子女付出佢嘅一切，所以我哋要感恩佢哋。記得帶正義嘅心。咁清明節係全國嘅習俗嚟嘅，喺呢一日就要為過咗身嘅老人去上墳燒紙啦。呢個時候就要攞出孝子們嗰份誠意之心。而呢一種誠意之心啊，就係為過咗身嘅老人去鏟墳墓周圍嗰啲雜草啊，執起你周邊嗰啲垃圾啊，如果係有缺口就要修整好。呢一個就係誠意之心啦。3，記得帶敬畏嘅心。敬畏之心指嘅就係上墳掃墓過程中唔好嬉皮笑臉咁打鬧，或者係大聲喧嘩，隨意去指指點點、評頭論足。言語要謹慎，唔可以喺墳前議論或者係詆毀或者係揭先祖嘅短處。逝者已矣，應該要以感恩緬懷為主。咁如果係帶埋細佬哥一齊去，就要睇好佢啦，唔好俾佢偷食祭品啊，或者係隨意大小便呢啲不敬嘅行為。咁亦都要遵循上墳不過未時嘅習俗，一嚟為咗恭敬，二嚟為咗喂你太夜落山，係咪好唔安全啊？咁趁清明節假期，不妨翻鄉下陪下自己屋企嘅老人，盡盡孝。畢竟生前一碗水勝過墳前萬噸灰啊嘛！大家注意安全，願大家安康。我哋下期再見。三能創二虎，除非一公一母，繼後5到頭。張床就冇運2條龍，好好家，貨就貴噶啦。男就怕嘴細，女就怕鼻大。眼大嘅人就性格開朗，個鼻有節嘅人好硬件個，有心有智，聰明有才華，行到外發嘅人性格就好爽。腳底有智嘅人就富貴命，人冇橫財就唔會富，馬冇野草就唔會肥，床頭掛葫蘆就冇掛鐘錶。一個人運氣唔好就對你運夠，精神好就攞去改運個，幸福好運就冇晒，自己知就得噶啦。一定要注意識口德，冇搬動啲是非啊。心態係你最好嘅風水，未發生嘅事就冇驚。你過得快樂就得噶啦。女仔就唔好話含也的減肥，減得太多就跌財運降福氣噶。有能力就穿金戴銀，左手內戴金右手戴鑽，欠一人情就揾機會還，咪就選嘅機福報個。脾氣軟硬頸嘅人
條命真好悲慘噶，女婿就冇同長家瞓，上瞓就招到長家人，因為你錯就咁入你袋，送你一斗米印係恩人，送你一擔米係仇人。呢句說話同升米因斗米仇係一個意思嘅。你間唔中雪中送炭嘅話，人哋就會好多謝你，好感激你。但係如果你幫得太多，經常幫嘅話，人就會變得貪得無厭。到你一唔幫佢嘅時候，佢就會怨恨你啦。公離婆，情離錯。嗱，呢個係講夫妻關係係互相扶持嘅，夫妻係一條心嘅，唔可以分離。親姑媽假尋母，半真半假大戲媽。買樓就冇買4樓18樓，好耐冇着過衫喎，因為呢個氣場酒色財氣就要適度，冇太過沉迷。每一次困難都係一場修行，珍惜你低谷嘅時候，因為嗰時候所有嘢都係真嘅。為自己留低一句八方來財，旺自己旺家人，一定會越嚟越好，越嚟越順利嘅。你要相信嘅力量，加油啊！光頭個男人就能力強，頭髮多嘅人就真好命，牙疏嘅人就中意講大話，眼角多問嘅人就中意清，左手揸筆嘅人好聰明個，一轉人二轉鬼，三轉馬騮仔。咩意思呢？一個轉就普通人，兩個轉就變託世喎，好呢個。咁3個轉呢？好白搞噶啦，即係話3個轉嘅人就好調皮搗蛋，咁你又有幾多個轉呢吓？鼻哥大嘅人就好大方個，鼻哥細嘅人就好小威噶，生路壞嘅人就性格急，個公孫嘅人就好穩妥個，肥肥仔嘅人就好相處個。阿超打一挑嘅人就冇袋住啊，打個阿超有人撚你，打2個阿超有人嗌你，咁打3個呢？打3個你就感冒咯。講說話冇鼻哥嘅人就講大話噶啦，大聲笑嘅人一般就好擔心個，狗內到牽扯要轉運，由細蚊仔內傳喚家興旺，到生一個人就先學會笑，勸你有事就揾你，冇事點理你嘅人，性格就睇眼神，聽佢個笑聲就知噶啦。舊曆7月就冇搬屋，屋企嘅陽台就冇作廚房，好危險噶。當面弄嘅人就好，運氣有；入頭活嘅人就有福氣，身上計個紅地錢可以轉運噶。屋企養龜可以鎮宅，屋企就冇放金屬嘅嘢，佢哋影響氣場啊。望到落雪要注意下屋企人嘅身體啦。親戚之間就冇乜嘢講，有時候親戚嘅妒忌心仲大過會人啊！做得越好就越唔好搬屋，欠咗清債嘅人感情點順利㗎？唔信佛就冇去寺廟，唔信道就冇去道觀，人貴在就牙尖嘴利，貴在耳聰目明啊！仲有快樂可以吸引更多好事，悲觀會招嚟壞事，所以每一日都要充滿希望，正能量滿滿，咁樣先至會吸引到更多嘅好事。睇到呢度嘅話，講明你即將要轉運噶啦，為自己為自己屋企人留低一句越嚟越好，相信你一定會吉祥安康，財運亨通嘅。男怕初一，女怕10紅，不過調轉就好啦。初一就亮亮，10紅就官上之中落滿灰，慳字就貴人來噶啦，慳字就少啲插嘴，是非點嘢身，耳根正嘅心就安穩，紅官整齊，紅慳就平衡，車星就睇眼鼻，眉毛就見英氣，真假就睇嘴唇，虛實就出字女。富貴就睇精神，窮困就別有懶，厄運就7分飽，講話就漏3分真，漏預第夜少禍因，想要家庭就風水好，有3樣嘢就冇動，邊3樣呢？一冇動力，冇喐呢就利，又話利運；二就冇動怒，三就冇動心。呢度嘅不動心指嘅係心有所向，堅定自己嘅信心同目標，冇受外界嘅誘惑而動搖。一家人齊心合力咁樣去追求美好嘅生活，相信呢個家庭一定會越變越好。小人就手多，老人就好多，樹老就根多，人老就說話多噶啦。佢阿溪就冇台一張床，得閒冇事去啲人多嘅地方坐下。
財運唔好嘅事喺枕頭下邊放銅錢，養隻心有錢噶啦。手拎住你學嘅冇嘢基礎，同未練氣嘅人脾氣就好大噶啦。經常大飲大藥嘅人，身體就易走下坡。三三萬物放七隻變噶啦，快鏡袋住張床就易發惡夢，只是借錢財氣就易散。好多蜘蛛絲跌落嚟喎。可能有貴人來揾你啊！人月就冇搬遷，氣場就係好易亂個，派就冇奶落部書，而創貴氣啊！掌心發熱，財氣就發緊噶啦。正月就老虎，二月就龍，三牛四馬，紅向紅。冬月個豬就一冇憂，臘月就射盤，福祿壽。初一就冇打爛碗，十紅就冇搬屋，二命左就有喜，右向和是冧。剪下啲指甲先。指甲有時剪，命通揾上門。白貓就招福，野貓就帶來好運啦。虎貓就旺主，黑貓就禍澤，紅貓提升財運。玄關就冇鳳猛獸兔，啲老虎啲鷹啲冇鳳啊，鳳咗就好多交嗌噶。結婚嗰日就避開老豆老母生日噶啦，夜晚就冇掃地，掃地就掃咁啲財運。仲有你要多啲笑下，樂觀啲，你會發覺好運跟住你，財運亦都會越嚟越好。睇到呢度講明財神爺睇中你，願你八方來財，從今往後好運財運健康運擋都擋唔住。手有十字紋，走遍天下咁就貧。即係有十字紋就好咯。係啊，手心有字嘅人長財富，男人額頭闊就貴如金。咁女人呢？女人額頭闊富處銀，活透姑娘嘅再難揾。印堂有肉凸出來，仔女當中出人才，生牙妻又白，做事就好順利。說話多一點值錢，飯多一點香甜。你撈得越好，親戚就越多噶啦。男人冇字就家裏橫，女人冇字就兩家之厭噶啦。馬配一樣，日子就過得強。虎配一龍，富貴又興隆。咁鼠同牛又好唔好呢？鼠配一牛，日日咁使憂。下邊就冇送禮，送禮就冇送係。將錯運幾個人就要放幾個枕頭，可少就冇可以多。大夫就有名，小夫就有近，印堂康良，財運就旺噶啦。面冇細兩肉，主人唔到毒。咩意思呢？即係好好都得，唔好都到尾噶。一送8樣嘢俾你，千祈冇收。邊8樣嘢啊？一財神，二一送遮就唔攞啦，三就鉸剪，四就魚缸，紅係鐘錶，六刀劍利器嘢。一隻鏡，8係用過嘅舊銀包，呢隻冇攞啊。咁家庭矛盾多呢？屋企就掛個好佬放低錢，喂，行路就冇咁急躁，行路穩健冇聲，工作就平穩噶啦。大門待向台，財富就唔會來。門前有間爛屋，運氣就頂足。門口待窗角，是非就日日有。左角有字嘅人又大日又厚福，外面有肉，皮膚光滑，想係富貴相啦。咁我呢幾日連續發同一個噩夢呢？咁你嗰日就要小心做嘢啦。咁夫妻感情不和呢？總之創造計個葫蘆。呢一個係因為葫蘆係由兩半對稱組成，象徵嘅係夫妻和睦。就好似古時候嘅人成親嘅時候飲嗰杯合緊交杯酒，用嘅裝酒器皿就係葫蘆啦。不過當然，夫妻和唔和睦，關鍵仲要睇兩個人嘅相處方式，可唔可以多啲溝通，多啲理解。咁插到呢度係緣分，講明磁場係相互吸引嘅，為自己留低一句心想事成，時來運轉，將好運帶返屋企。證明有5種人就冇去拜山，後代子孫就旺噶啦。邊5種人啊？大肚婆就冇去，經期嘅女人就冇去。有啲地方女婿就冇去。3到啦仔就冇去啦，4古老話落，7就冇去。有啲話蛇豬、虎猴，證明高將咧，證明有3樣嘢冇燒。邊3樣咧？衣服就冇燒，邊有人燒呢？上又冇燒，一份冇燒2次子。一份不燒2次子，指嘅係一個家族要共同去祭祖。
唔好話兄弟不和，一個上午去，一個下午去，一個今日去，一個聽日去，分散咁樣燒紙係唔吉利嘅，係會削減家族嘅凝聚力。咁費事就冇入生冷嘢，咁如果人哋係清明節嗰日生日又點算呢？咁就冇去啦。清明啊，可以提前冇褪後，總之係低調嘅。喂，咁費事冇執老王啲錢啊！拜山就冇買啲舊話去，清明冷就好盛年，清明暖就看路看，清明晴手笠多 A 跟背行，即係落雨咯喎，係落去漏咗 A。清明暗光彩咁離紅，即係咩意思呢？清明暗就去咗啫，清明謝讀過謝。點解清明借毒過蛇呢？嗱，因為清明節前後溫度比較大，濕度好大嘅，咁啲蔗就好容易發毛啦。如果蔗中間係紅心啊、黑心嘅話就唔好入，因為呢啲係霉變有毒嘅。清明攞大隻鵝，清明你食攞田攞就好飲啊！清明拜山攞隻乳豬去，咁就好運當頭啦。清明插柳平安健康。清明插柳係為咗紀念教民稼穡嘅農事祖師神農氏，不過亦都有人話清明插柳係同天氣預報有關嘅，咁當地人就會將條柳條插喺屋檐下邊嚟預測天氣。咁古人有句說話話柳條青雨濛濛，柳條乾晴聊天。仲有一種講法話插柳其實係同驅鬼辟邪有關嘅。受到佛家觀世音手持柳枝沾水普度眾生嘅影響，民間百姓認為呢條柳條就係可以驅邪辟鬼咁話，咁古人仲將呢條柳條叫做鬼步木。嗱，呢一個喺北魏時期嘅齊民要術入邊就有講到啦，取楊柳枝駐戶上，百鬼不入家。咁民間認為清明時節係鬼節啊嘛，咁呢個時候又係楊柳條發芽嘅時候，咁所以民間就有咗清明插柳嘅習俗啦。咁唔知你家鄉嗰邊有冇呢吓？裝香唔許兩個願望，上份咁講三句說話。邊兩願呢吓？咁實際嘅願望就冇去啦，外鄰不離己就冇去啊。咁上墳不講三話呢？冇講爛口，冇講喪氣話，冇講有壞話。一個月冇上兩次，一年冇上兩人，一費事就冇搬屋冇動到，冇去剪髮啦。仲有清明節拜山嘅時候，唔好踩人哋嘅墳墓，唔好同墳墓合影，亦都唔好偷掠祭品，唔好借錢，唔好討債，因為民間有清明借錢窮一年，討債招災悔莫及咁話，咁亦都唔好過分悲傷，要懂得放下。咁關於清明節嘅禁忌同習俗，真係各處鄉村各處嚟，但係都仲要視乎實際情況而定嘅。總之就要敬祖先，重安全，守傳統，保持莊重同真誠。祝你一切順遂，百無禁忌。頭髮就冇遮住額頭，擋住啲財運，嚟套話噶。耳仔又冇，千祈冇剪，只係長壽咯噶。冇足印啲就係，又有嘅氣場，星耀紅中福祿轉。星移破落就一世窮，微微散就難聚財，揾到啲神到錢噶啦。眼大就要有腎，耳大就要有輪，左耳右缺，老豆個身體至啲好，右耳右缺，老母身體啲冇。咁我見你耳仔高過眉呢？耳仔高過眉，福祿相傳，耳仔冇輪又反駁，家破浪就有空噶啦。親兄弟就要問算賬。親戚就冇逢財，逢財就冇來往噶啦。偷偷豬命野心強，兼袋口多就咁見量。一個家庭再大個財運，再好個風水，係要對老婆好。係啊，間屋要乾淨，日子就會富有，多入進宅啊。男兒要細，難主福財啦。女人堅悍，夫人在家。古人認為男人腰細就冇福相，咁如果女人個膊頭單薄啊、瘦削縮埋嘅話，就對丈夫不利咁話。女人發字生得低，頭髮又亂啊，受苦相咯。遞交短把剪咗就冇袋住啊，要反嗰隻遞。嫁錯就為一生，攞錯老婆就為三代。遠離小人，你冇得罪小人啊。人情就冇用盡，用嗰次就少一次噶啦。燕子飛得高就好天噶啦，燕子飛得低就落去噶啦。
係親唔係親，你都要放佢三分。三種女人無夫：一敗家嘅女人，二強勢嘅女人，三活檢點嘅女人。再添就朋友啫，心滿就健康來，眼角有異味，桃花是非啫，肥料向左歪。中年就混多追，冇含也先諗得少揾錢，越諗啲錢就越難揾。家和就萬事興，家套就萬事窮噶咯。啱妻講說話點老實，女人顴骨高就克夫，女人顴骨低就俾老公蝦噶啦。阿婆度住20蚊嚟使下啦。今早就冇乜借錢，借錢就討人厭。係喎，朋友裝修間屋唔夠錢就冇問你啊。唔使我借，我讓他可以試試抖音錢包裏的放心借。打開抖音，點擊我錢包放心借，點擊激活額度，跟着要求申請，最高額度能有20萬，等工資發了還上就行。仲有語言係有能量嘅，一定要多講好說話，少講啲唔吉利嘅說話。睇到呢度，為自己為屋企人留低一句：時來運轉，一順百順，越嚟越好。願你所有嘅不順皆會消失。頭髮染又黑，一天兼雪；頭髮厚又胖，個人點健康？頭髮硬又粗，一世都好辛苦。頭髮向前生，就遠點就硬；頭髮向後生，好正又靠山。未睇兄弟，眼睇心，人中入邊睇子孫噶咯。眉毛喺上學入邊叫兄弟宮，咁如果又濃又有光澤，就代表兄弟姐妹之間好和睦、好融洽。咁相反，如果眉毛稀疏又黃嘅話，就唔係咁好，唔係咁和睦啦。咁人中就代表子孫宮，如果係闊、色澤潤啊，咁樣就代表子孫好咁話。少年就睇三根，三根低少年貧，好馬點入去頭草，好女在娘家老。有本事嘅人一般兼學親個，習慣師嘅冇口才話頻頻，好人厭。大日嘅男人一般都好懶噶，因為貼埋對手嘅人防備心強。短髮嘅女仔一般都好樂觀積極噶，中意出風頭嘅人又冇咩樣實力噶。咁我近排覺得工作壓力大啦，咁你就喺張辦公台放個文章塔，咁就事業順利噶啦。冇太閒，應該使就使，應該享受嘅就享受，冇等到老就後悔。牙疏嘅人係中意講是非，走到秘密噶，手掌口實，財運好。算透鼻嘅人，心底健良，財運一般，外面方正，個人就正直可靠。咁我近排俾小人困擾呢，總係喺個袋放一百套木梳，自奢自小人啊！人窮就要創窮，人富就要創富。面型長、顴骨高嘅男人就好細心噶咯。大肚婆就冇入新人房，就冇坐新人床。煮湯圓就冇煮單數，煮雙數，雙雙對對咁就好啦。嘴角多紋，一般都係稱個。大生 A 就要長酒，細生 A 就要上酒。同樣握手一般用右手，斟茶就要7分滿，留返3分係人情。上台就冇等嘅老舊嘢，通風風話嘅運氣好。堂頭就冇鳳餃啊，唔吉利個。兩公婆嗌交冇翻舊賬，第一杯酒就先敬領導，或者係長輩入飯大汗，一生隻白幹噶啦。今期嘅老人熱，你又學到邊句呢？睇到呢度講明你開始轉運噶啦。喺評論區留低一句：時來運轉，否極泰來，將好運接翻屋企。2月2睇龍頭，一年之後精神頭，隔籬個門口高過你企，等於咪一壓個頭噶咯，壓運點好個。門到門一大一細，又會比門口大嗰個搶啲旺氣。咁點算啊揸個門尾，大家都唔抵，總之過目用住啦。門在樓梯電梯，就困個葫蘆。喂，夜晚就冇拍一膊頭，又冇拍一大肚婆個膊頭。太老實嘅人就好難拍大咗佢個。3歲起啊，個細蚊仔冇去寺廟。人窮就要有志氣，人富就要有良心。細佬妹就冇攬過個大佬先結婚。不過有啲就話冇大冇先嫁，阿哥冇錢未自嫁，
即係要個妹，你大個你先嫁啦，我冇錢未至嫁。冇係咪啊？即記得嘅雞黑仔行胎運，人有三胎六旺噶。強仔獨資，不要接豬嗰個。女人冇能打仔嗌人，男人冇能洗鑊洗碗。拎住啲血就冇去屯門，去暫時就冇入屋企門口。家公家婆就冇隨便入新抱吉房。結婚嗰日就避開父母生日。因為父母生日都係一個好特別嘅日子嚟噶嘛，咁結婚嗰日撞啱係父母生日嘅話，就變成紅紅相沖，喺傳統文化被認為係唔吉利嘅，而且有啲唔尊重長輩嘅感覺。冇事多啲笑，冇冚日就黑口黑面。瞓覺間房就冇油橫梁，橫梁壓頂壓力大，越坐人就越懶，越吔就越大吔，樹大就要分叉，仔大就要分家，俾自己撈嗰條後路，以後就多一條出路。和氣就生財，家和就萬事興。所起一個屋企要氣和為貴，心軟就窮半山。財發狠心人，人境怕窮，又怕朝朝運到熱頭紅。一個家庭一年就冇翻兩個溫時，結婚嗰日落去，夫妻就難到頭，其基本命理就冇辦大事啦。千兩百銀萬兩金，難買父母再繼恩，主人方再進個廁所屋你就冇買。仲有唔好抱怨，唔好亂發脾氣，心懷善念就一定可以改變自己嘅磁場，感召好嘅能量，令到自己運氣越嚟越好。睇到呢度嘅話，為自己為屋企人留低一句：時來運轉，心想好事成，將好運接翻屋企。條頸後邊有痣有靠生，膊頭有痣就三重擔，頭髮有痣係富貴，耳仔有痣係主財。綠色個帽就冇戴，點解呢？戴綠帽啊！家婆就冇入新抱張床，紅筆就冇寫佢名，再好就唔好用我個紅色嘅銀包。點解呢？破財啊！未高未低，家中一定有結髮妻，頭冇油腳冇汗，到老真係窮鬼啦。字面上嘅意思就係話，如果一個人頭上係冇油脂，腳底又冇出汗嘅，咁到老佢都會窮困潦倒。咁其實就係話一個人如果係唔勤力做嘢，咁腳底就會冇出汗啦，咁頭亦都冇油，呢一種係懶惰嘅表現，所以最終只會導致貧窮。瞓覺之前洗腳，正過又補藥啊！洗狗氣我點信啊？家宴年年來，間屋就要發財啦，間屋背山面水，人財壽，背水面生人相鬥，夏天就冇運舌頭。秋天就冇運板，春天就冇老土刺，冬天就冇氹乜個頭。日嚟都有運動，夜晚就小夢，早睡早起精神爽，枕頭揀得啱，越運越攰噶啦。湯未疏，財運就冇。傳統有個講法話，眉尾就係代表財富，如果稀疏嘅話，即係代表財富不豐咁話。人有多忌，條命就艱難噶啦。10個錢就要使。一個錢就要慳，使錢嘅時候要合理，該慳嘅錢你就唔好亂咁使，咁該使嘅錢你就唔好顧住慳啦，唔好亂咁使錢，但係亦都唔可以太過慳啦。咁其實有啲民間俗語係冇科學根據嘅，只不過係古人用嚟告誡後人要懂敬畏，要講規矩。聽下好啦，有時候亦都唔好太較真，正所謂一福壓百禍啊嘛，唔做虧心事咪百無禁忌咯，你認同嗎？點讚關注我，知道更多民間俗語。清明拜山第3人，祖宗豐興再上來噶啦。邊3種人啊？仲要指定帶住佢去？一孝子二孫就要去啦，二啱結婚兩公婆要去啦，拜下多子多福啊。3增廣提名，攞掂啲更加要去啦。計我話撈唔掂嗰啲更加要去啦，係咪啊？拜山肯定係越多越好啦，窮苦都要去。拜山就冇着啲紅威威大紅大紫去啦，又冇着啲爛衫去喎。拜山就冇空手去拜。咁攞乜嘢去呢？攞啲好水果啊，用去攞拜去吔噶啦。有錢啦買燒豬肉啦。拜山最好攞啲有寓意嘅水果，咁但係就唔好攞啲唔吉利噶啦。譬如話梨、分梨唔好聽，成串嘅葡萄，有人話佢寓意成串咁走。嗱，仲有啲空心嘅食物啊，或者係刺激味道大嘅食物。咁
咁拜完山啲嘢吔唔吔得呢？也得個重要嘅拜山冇嗌交，有新幾個人共拜山做嘢就冇去啊，體育嗰邊佢冇去啊。聽聞嗰幾日就冇做新事，冇開張冇入伙，冇動土冇結婚，行都好傳統係3月點做，拜完山洗手換衣服啦。拜山冇帶朋友去，因為啲着個嘢啫，其他乜啲冇買，買衫買鞋。咁拜山邊一日好呢？冇定住噶，你拜山就要全部一齊去，兄弟五和都要一齊去。拜山要搶土，要搶其山頭，又令志人心。紅白你又冇鏟啦，有竹就要鏟佢。清明宜靜不宜動。咁呢度講嘅唔單止不宜動土，仲要保持平和嘅心態，減少娛樂活動，避免同人發生爭執啊！費事冇夜媽媽去游水，冇夜媽媽洗衫，清明時候冇行街，又冇夜晚戴口罩，特別係扮大傻嘅人，冇着新鞋去拜山。因為民間有新鞋不踩舊人墳嘅講法，話鞋同邪嘅諧音係相近，咁新鞋即係新邪，話着住對新鞋去拜山嘅話，就會將啲唔老禮嘅嘢送過去咁話。個牌子頭髮就冇遮住個額頭，清明點謝天謝物。祭祖嘅意義其實就係情感嘅傳遞，對於呢啲習俗嘅嘢，我哋應該要取其精華，去其糟粕㗎。咁最緊要安全第一，心意到位，呢個清明節祭祖先至會更加有意義、有溫度㗎嘛。睇到呢度，為自己、為屋企人留低一句：百無禁忌，四季平安，五福臨門。